講咁多啦，既然咁緊張，不如我哋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嚟。我知啲頒獎嘉賓犀利，你亦都係影帝影后級嘅。係梅艷芳小姐，梁家輝先生。阿妹，係唔好喊啊！唔好喊，點解要喊？嗱咧，我知咧呢個好尷尬位嚟嘅，因為咧一出嚟咧你攞到咧又講唔到嘢，攞唔到咧就更加講唔到嘢，咁啊始終咧就由我講晒。使唔使咁窒啦？嗱咁啊嗱，簡單啲問你一個問題啦。隨便。咁啊，你啊不嬲，所有人都知你咧朋友遍天下，基本上係一個非常之重情義嘅人。嗯，係啊。咁今晚咧喺呢提名嘅演員裏邊咧，係就個個都係你朋友啦，嚇。所以我都係唔適宜講嘢。劉德華就係你非一般嘅朋友，就眾所周知啊。張學友咧就同你有親戚關係嘅，佢係你親戚朋友，咁就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啊，至於另外一位提名嘅周星馳先生咧，佢就係你一般嘅朋友，大家亦都好明啦。都唔算我一般嘅，都拍過嘢啊，大家。咁有一個咧就比較奇怪啲，係佢咧就你唔識嘅，你未識嘅，不過我識，我等你介紹你識。嚇佢算係你朋友嘅朋友。即係點啊？咁啊幾個都係朋友。如果我真係要你喺呢幾位裏邊，真係揀一個出嚟做今晚嘅最佳男主角，你會揀邊個？邊度咁揀啊？個個都係朋友，收口啊！我都係你講啊。咁既然你唔講咧，嗱我哋睇下今晚嘅提名演員嘅片段先。榮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周星馳《少林足球》。我哋好多謝我好朋友阿梅，阿梅係我阿梅，你見點啊？想飯未啊？哇！張學友《男人40》。嚟嘅，咁我 happy 咯，就檢測到。劉德華《鬥心男女》。就你估啊佢啊你成副增加佢就嚟，夠唔夠？夠唔夠？胡軍藍宇。向自己保證。劉燁藍宇。雖然你表現得好鎮定，咁但係咧我都有兩句鼓勵嘅説話想講俾你聽嘅。講俾我啊！嗱，雖然呢個芳華絕代20年咧唔能夠好完美咁喺攞一個演藝獎嘅情況下完結，但係我哋一定要努力，一定要等待。快啲啦你！我哋會有呢個豔麗芳華30年，我哋一定會再嚟嘅。多謝大家嚇，繼續翻男主角嘅嘢咧，就嗱由你我嚟揭曉，你嚟負責擁抱嚇，就益你嘅。喂，你唔好講到我哋識狼喎。我搣咗個名喎。第2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最佳男主角，普通朋友少林足球周星馳。嗱，你又攞晒着數啊！你冇咁樣講啦，係嘛？係射啫。多謝。多謝啊學友哥、華哥，仲有啊劉燁、胡軍。容許我嚴肅少少講幾句説話啦嚇。攞到唔係我都要講噶啦，因為第一次啊嘛。攞呢個獎咧，我想多謝有啲人嘅。首先就係已故嘅李小龍先生，因為當其時我非常之咁迷戀佢嘅電影，然之後立志想成為一個演員。咁跟住咧就係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裏邊嘅孫嘉文老師同埋鄭有國老師，佢哋第一個話俾我聽咩叫做演技。跟住就係監製林麗珍小姐。第一次俾機會我參演呢個兒童節目，電視兒童節目，
睇下先，仲有監製李添勝先生俾我演出第一個電視嘅單元劇，仲有就係監製劉家豪先生俾我演出我第一個電視嘅古裝武俠劇，李修賢先生俾我演出第一個大銀幕嘅電影，仲有就係萬梓良先生、李力持先生，仲有吳孟達先生喺當年喺演出上對我嘅鼓勵同埋啟發，多謝大會，多謝廣大觀眾，多謝。好緊張啊！剩翻2個大獎咋，到底係花落誰家咧？冇錯啦，而家係最佳導演啊嚇，咁啊究竟係唔係大贏家少林足球嘅導演周星馳又攞獎咧？定係另有其人呢？不如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出嚟。好，就係我哋嘅陳果導演同埋陳可辛導演。有請兩位導演。請睇下提名片段。榮獲提名最佳導演周星馳《少林足球》。講咩話？好衰啊你！你嚇我唔到啊！我都唔怕鬼㗎，你知唔知啊？許鞍華《男人40》。錯女一宿，無數之歲月，是誰許鞍華《幽靈人間》。杜琪峰、韋家輝《瘦身男女》。關錦鵬《藍宇》。没跟你讲过，玩这个没那么认真的啊！你玩什么认真？我还是那句话，今屆嘅最佳導演好似日本翻嚟，池星洲、周星馳。頭先留咗多謝嘅，可以再一次多謝啦。我諗住攞最年青導演就係咁噶啦，可能出年話唔定會有個最靚仔導演啊嗰啲，可能我有啲機會都未定嘅，但係估唔到真係又攞到喎。作為一個導演咧，我想多謝一個人劉鎮偉先生，因為咧佢係第一個人同我講，佢話喂，唔啱你試下做導演啦，話唔定得㗎喎，咁樣啊，好多謝佢對我支持，多謝大會同埋廣大嘅觀眾，多謝。